后来乡亲啊，昨半暝有去互地动行精神无？连摇2届哦。12点56分摇第一届，规模是5.5，上大进度伫个宜兰3级。过2分钟，12点58分过来摇一届，规模是5.7，上大进度嘛是伫个宜兰4级。这个阵容拢伫个宜兰东部的外海，也毋过手机啊警报，即届竟然是无叫。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戴明典讲，上主要是这个地动的进度并无达到标准。伫宜兰地区，这间厝挂伫客厅的吊顶，直直咧摇，因为到后半暝搁一摆地动，互袂少民众原本咧困，拢互惊醒。根据初步资料，12点56分，规模5.5地动，震央伫台湾东部海峡，深度69公里，感受上大伫宜兰有3级，花莲、南投、台中、苗栗、云林、嘉义2级。另外，双北市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彰化、高雄、台东嘛有1级。无想到2分钟了后，12点58分搁摇一摆，规模5.7，深度23.9公里，震央共款伫台湾东部海峡，上大震度伫宜兰有4级。中央气象局嘛做出说明。这次地震的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，那菲律宾海板块向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底下，然后破裂引发这个地震。然后总共有2起，58分这个地震呢，它其实有发布预警，不过没有达到国家级警报的标准，但它有达到电视台推播的标准。不过，限七号半暝，民众手机的地动警报直直响，连续发出14摆的通知，这摆煞完全无通知。袂少网友讲酸笑咧讲，敢会是因为超前部署，扩大已经用了啊？气象局长戴明典第一时间伫伊的面册解说，警报发布的条件是侦测到地动规模高计伫5以上，而且任何一个县市政府的所在高计震度有4级以上。不过网友质疑，这2摆地动规模拢超过5，宜兰震度有4级，也是无警报。戴明典回应。宜兰高计震度无到4级，所以无法经过通知。其他县市嘛无到标准，顶一摆直直响的地动警报，搁一摆引起讨论。